1988年9月17日，汉城奥运开幕，主办单位放2400只和平鸽下来进行点盛会仪式。盛会台面顶有绣真侪粉鸟，盛会一个点，这粉鸟袂有多生，则变成红粉鸟啊。透过电视直播，全世界超过1亿观众，所有过程拢有看到。1995年，香港立法局的选举伫1995年9月17日举行，这是英属时期的香港最后一摆立法局的选举。当时立法局的议员席次，嘛是头一摆完全以选举方式产生，由港督委任立法局议员的方式结束。这届立法局的任期到1997年6月30日，香港主权移交前为止。2007年9月17日，欧洲法院维持欧盟的裁决，认定微软违反反垄断法，利用市场软体市占优势，造成其他网络的伺服器无法度竞争。法院裁决微软败诉，无奈支付差不多是230亿台币的罚金。同时，还佫开放市场作业软体部分的停升码。